美国总统1月20特别就职了，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表示讲，有信心在川普上任之前，佮达成停火甲放出人质的协议。哈马斯嘛公布一份34个人质的名单。另外加沙走廊已经有17000个囡仔无爸无母，大家拢盼望讲战争会当赶紧结束。细汉囡仔夜送堂和阿嬷在耍，伊是战火的孤儿。即马和阿嬷阿姑住伫加沙走廊中部的纽瑟拉特一个难民营内面。一个伫北部做工课的医护人员，顶个月27才拄对战场转来。迄当阵以色列的军队冲入病院，甲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240个巴勒斯坦人绑走，互放转来了后，因为欠医疗资源，甲机构医护专长，伊决定要继续奉献。شايف يعني ايش نقدر نتعامل معها يعني كانت تجينا اشلاء يعني كانت تاتينا اصابات。同款嘛是无好过的是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尤其是看到哈马斯发出一个34个人质的名单了后，这份名单会当伫谈判的任何阶段单程就放人。迄天因就举行无啥抗议，因为放人的时间就是即马。היום ככה, ובכלל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עם כל הדיבורים והשמועות, יש חשיבות יותר גדולה. 他们以色列起冲突的哈马斯后壁支持的势力是黎巴嫩真主党，在美国斗协调之下，特塞哈克斯汀初6和黎巴嫩国会议长博瑞针对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和停止敌对来进行讨论。以色列迄天就会对黎巴嫩边界纳库拉定在所在撤出。These withdrawals will continue until all Israeli forces are out of Lebanon completely. 联合国统计，对以哈冲突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17000个囡仔变作孤儿，14000个巴勒斯坦囡仔伫战争内面无命。加沙走廊已经轰拍甲烂糊糊，世界拢是崩溃了后流的喙照沙土。230万人口有9成即嘛无所在通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访问南韩的时阵讲，有信心伫川普上任之前，搁一摆推动达成停火和放人质的协议。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